头来继续来看台北金华社案的被告之一，台北市议员尹小薇，这个月初9，伫议会质询的时阵，要求市长蒋万安爱好好来整顿到都发局。检察官认为，这已经有骚扰、恐吓到证人的疑虑，建请法官来思考，是不是已经违反到交保的裁定。法院今仔日开庭，裁定以加保500万。尹小薇拄则2点钟已经完成着交保，离开着法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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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议员尹小薇互因查某囝傅丽行入去台北地院，因为质询讲的这句话，爱重开羁押庭。都委会的公务人员、指挥都发局的人员，便当会里面偷录影。但是我只是再三的要提醒你，就是说，请你好好的整顿都发局。内底有真侪关键字，像便当会有人偷录影，爱市长好好啊整顿都发局。不过这话，互北检点出是咧恐吓证人。尹小薇的质询内容被台北地检署认为有违反恐吓以及骚扰都发局的公务员，因此建请法院审酌是否违反招保裁定。我觉得检察官有一点小题大做，然后有一点浪费我们的司法资源。今日咧违规界线的言论，唔那一摆14号尹小薇甲都发局长面对面的时，佫出现敏感的字。演绎这2个字多可怕，在检方的立场就叫做呢事前的图利。你们要小心所以你们就把大事迹写给我嘛。好，那我这样问你，你有没有觉得我施压你啊？没有。哦，那就好。虽然有提到案情的这个抒发，但可能恐怕只能认为是一个吐口水。但是如果说要认为说是骚扰证人的部分，恐怕没办法这么直接。金华社案内底，阁有真侪证人要搁伫都发局食头路。不过台北地院认为尹小薇讲到案情有甲证人串口径的疑虑，裁定加保500万。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